梁國雄議員，最後一位時間夠主席3分鐘。明白。嗱，咁填海嘅問題咧，我聽到正話盧議員就話，即係有好多嘢咧，應該可以要嚟填海嘅，咁要壓咗呢個我哋嘅土地。我想請教即係你咧，即係局長，佢壓咗啲土地咧，打算要做乜嘢嘅咧？開頭嗰陣時，佢話壓咗，咁本身你係諗住攞啲土地嚟做乜嘢？即係而家佔用咗啲廢料，佔用咗嗰啲土地，你本身係諗住嚟做咩？或者我請規劃處嘅同事解答。好啊，阿黃生。其實所謂壓咗嘅土地咧，其實咧就即係一個好多歷史嘅因素嚟嘅。咁就即係當然咧，就即係我哋見到好多啲土地而家作為一啲即係不受歡迎嘅用途咧，其實係好多年前咧就即係嗰啲地點咧就係屬於比較即係偏僻嘅地方。好啦，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就即係呢個市區不停咁擴展咧，咁變咗嗰啲地方咧佔個位置咧，就係即係同呢個民居咧就相當近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引起咧就即係兩個問題咧。第一就係環境就個唔協調啦。第二咧，因為佢哋嘅存在咧，令到個都市或者係一啲住宅嘅繼續嘅發展咧受到一個限制嘅。咁所以而家就一個填海嘅契機咧，就話假如我哋可以將呢啲咁嘅用途咧，就搬遷到一啲比較遠嘅同埋離開現有都市發展嘅地方咧，咁嗰啲地方咧就可以騰空出嚟咧，就令到嗰個城市咧繼續咧就擴展。咁其實你哋都唔知道嗰啲土地點用嘅，暫時即係如果就算你搬咗嗱，就即係當然啦，就即係嗰啲用途咧，就係需要咧，就再確實去用途嘅，就會再需要咧，就再重新一個即係研究啦。咁就舉個例咧，就譬如好似沙田個污水處理廠咧，其實一個例子嚟嘅。咁即係變咗咧，就即係嗰度咧都係即係需要咧，就係再進行一啲研究。但係咧就我相信咧，就研究咗之後嘅用途咧，佢嗰個用途嗰個性質咧，就係會同而家現有嘅周遭環境咧係會比較配合。譬如一啲住宅用途啊，譬如一啲政府即係市民經常到嘅用途啊咁樣樣。係，我想請教你，即係話其實個意思就係話你哋搬咗啲嘢去填海之後，都仲要重新規劃嘅係咪？係咪？你估計嗰個規劃嘅過程有幾耐啊？係即係話你哋心目中已經有咗一個用途，抑或唔係咧？未有一個係用途嘅，亦都其實都暫時亦都冇話即係邊啲土地咧，就即係我哋係諗住咧，就即係可以搬去到底即係一個概念嚟嘅啫，而家。係明白。咁到底搬咗之後嗰啲係叫做生地啊、熟地啊，抑或係半山熟地啊？即係點㗎？嗱，其實嗰啲地方因為咧，其實都係響市區，即係或者係市區邊緣入邊啦。其實咧就嗰度嗰個基建咧，就其實大致上咧已經係完備嘅，即係起碼有道路啦，或者有排水排污嗰啲係已經係可以提供得到嘅。咁當然即係假如係將呢啲用途去改變，佢哋好可能，我哋都好可能嘅需要咧，就係要改善一啲即係其他嘅設施啦。譬如話，即係會唔會因為即人口增加咁啊，需要即係多少少嘅即係社區設施去配合啊？或者需要即係啲道路嘅改善啊？或者一啲即係車位啊提供啊等等。咁呢個咧就係啲屬於比較即係仔細規劃嗰陣時候咧，就我哋可以咧就考慮得到。就回覆翻你個問題，其實咧嗰啲地方咧基本上咧就主要嘅基建咧係已經係有喺度㗎啦。好，局長係咪想回應？多謝主席。主席，我簡單補充一點啫。我哋並唔係話將啲嘢搬走晒咧，先開始做嗰個規劃研究而係咧喺整個我意思即係唔使做完一樣先一樣。喺中間裏面咧有啲嘢如果可以同步嘅咧，我哋都會同步做。咁點解要做研究咧？譬如笪地出咗嚟之後，裏邊係有幾多愛嚟做住宅？有住宅裏面譬如公營房屋又佔幾多咧？咁因為公營房屋同私營房屋咧，佢所住嘅人數唔同，對於基建嘅需求有所不同。咁除咗做住宅之外，裏邊會唔會亦都有啲部分咧劃咗出嚟，係創造一啲就業嘅機會咧？咁個休憩用地應該點樣放咧？或者一啲社區設施，如果有住宅嘅話，相配套嘅學校啊，其他社區設施要點樣擺咧？咁所以咧呢個事實上咧係需要一個比較詳細啲嘅通盤嘅考慮嘅。咁由於呢個沙田污水處理廠搬入去岩洞，將個地方騰出嚟，呢一個咧我哋都仲係做緊諮詢啦，亦都可以咁講，都係比較前期嘅工作。
所以頭先嗰個細化嘅規劃咧，喺呢個階段就未有。但係當我哋呢個成個計劃向前行嘅時候，喺合適嘅時候咧，呢樣嘢就會做㗎啦。多謝主席。